高雄地检署为今年9月开始，连续接到真侪件通报，讲中国用参访交流的名义，招待咱台湾的里长去旅游。目前拢总约谈49个人，其中是20个人涉嫌收中国的钱，返来台湾甲特定的候选人作选，已经列作被告啊。18个人是里长，另外2个人是旅行社的负责人。新冠肺炎疫情解禁了后，高雄基层里长也是无特定的人数，到中国旅游的状况变了真侪。但检调为9月开始接到证据，中国各台办透过参访交流的名义，招待里长也是特定人数到中国旅游，全程免费食宿、交通费，涉嫌违反反渗透法、选罢法，发动着4波的搜索，约谈49个人，顺后20个人列作被告，有18个人是现任里长，2位是旅行社的负责人。是以大陆国台办为指导单位，由辖下各省市台办对应台湾各县市，借提供在中国旅游期间享有全程免费食宿、交通费之不正利益。根据了解，涉嫌招揽团员的旅行社负责人嘛，互认定嫌疑重大，列作被告。一贯的手法拢是伫咧招待团员食暗顿的时阵，选用着特定的候选人，参加的里长无分哪列党派。你去旅游啊，落地招待，当然一定有他的目的嘛，那否则。那所有的台湾人去大陆都全部落地招待就好啊！不要每次国安单位说是统战，说是介选，但是立法者却完全没有动作。那这样子，我们这些呼吁不要去的民代觉得尴尬，而去了回来又被调查单位约谈的里长，他们也很尴尬。嘛有无爱具名的里长讲，高雄基层非常的惊，唔敢公开接受访问，就惊发现了后，互认定甲中国介选有关，互约谈也是搜索。但政府嘛无禁止着里长前往中国旅游，如今所要面对，若是去算到可能互打标签的状况。记者王刘婷、陈显坤报道。